继续来看高雄市为87岁以上的长辈者来注疫苗，按算3天内要来注完到31000剂。也毋过，伫注射第一天，离巨蛋这个大型的注射站，因为动线混乱，无保持着社交距离，引发着群聚的疑虑。今仔日第2天，为着要协助大家会当顺利来注射，特别请警察来斗3天。早起熊熊拼一阵的大雨，这个警察赶紧举雨伞来接送着长辈时代，嘛帮忙来塞轮椅，搁来维持着交通，互每一个长辈者拢会当安心来注射。熊熊落大雨，有一个时段卡伫入口所在，无法度行伞，有过来员警同时举雨伞行过去。一个人来注射的时段袂记走雨伞，加在有警方斗3天。盐埕中华国小这边早起来注射的有1/3，拢是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。因若小可无识字，拢有可能出问题。医护人员嘛要随时注意现场的情形，以医药开，也保持动线的顺，佮兼安全。每天要有258位至300位左右的警力来出勤了哈。紧。以前打疫苗都有诊所去啊，现在他才这样子，而且医生他这样子直接过来跟长辈老师打仗很好。来看台南，我绑不摇。轮椅卡条的有人员警随来斗送。绑不住啊！我再进去。来，进去你先。家己淋着雨无要紧，就惊讲这老大人淋着雨会感冒。若诊所遮空间有较细，都要随时提醒讲保持社交距离。这老大人注射的第2天，每一个注射站拢安排警方人员斗3天，希望讲好注射的过程更较顺利。